圍爐問如果。美國南加州大學高級歷史學人李家豪，香港廣播界一代 Diva 麥之華，資深音樂文化節目主持薛梅。圍爐問如果，問出歷史另一個可能。究竟當晚係發生咩事呢？佢約咗陳家英，一路陳家英都話佢好開心，大家通咗幾次電話都話準備去約見面咁。如果你經常抽離呢，你翻去現實世界係更痛苦。我唔係到最尾結尾啊，我都要 hard sell 我個信仰。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喺你如果係經過人生好多經歷，你遇到好多朋友係做，尤其是係做呢行嘅時候，你有陣時覺得係信仰會挽回好多嘅生命啊。上一集提到陳百強描述自己嘅歌曲，其實點止一首啊，例如仲有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但係如果你話自傳式嘅歌呢，另外有一首當然就係、都有人會講嘅，咁啊但係咧有少少唔同嘅就係、當你唱嗰時末代皇帝溥儀呢，有另外一首嗰個主題曲嗰、個一生不可自決啊。其實一生不可自決呢，翻去最初之華講，其實陳百強嘅一生。佢最後 at the end 係咪真係性格決定命運？係咪最後佢係自決㗎？佢到最尾係咪不可自決咧？我沒有自命灑脱，悲與喜無從識別，得與失重重疊疊，因此傷心亦覺不必，誰個又會並沒欠缺，曾深愛的為何分別，和不愛的年年月月，一生不可自決，誰人又知道我的心靈熾熱，誰人又知道再說已不必，仍然願一生一世的欠缺，不想再暴露我於他人前，你會令誰人自覺生可戀，即使天天也在變。佢咪自決俾你睇咯？唔係，但係佢唔係 intentional 自決啊嘛。嗱，不過你問，我覺得不過你打一個好有趣嘅問題，係嘅。到今時今日，究竟我係一個爭拗點。嗱，因為咧《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咧早陣子做咗個陳百強嘅專題，我冇諗過佢會用呢一句去做結尾嘅，因為陳百強嘅一生可以有好多嘅總結方式。咁但係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佢總結一句話咩咧？佢話 There is still speculation about what happened on the evening of May the 18th, 1992.He was found unconscious at home and taken to hospital. 咁當然呢個我哋都會知啦。It was rumoured he had taken a lethal cocktail of alcohol and sleeping pills. Lethal 即係致命啦。但係佢話係仍然當南華早報要 wrap up 嘅時候，佢都話佢唔係話我哋一貫講係咁。佢話 There is still speculation， 到今日依然係謠言。係一樣係太多揣測，究竟當晚係發生咩事呢？佢約咗陳家英，一路陳家英都話佢好開心，大家通咗幾次電話都話準備去約見面咁，但唔知轉頭就係咁啦。咁而當然所謂嘅開唔開心嗰個係電話咁聽到好難講，但係依然係 still speculation。但係麥之華你講嘅意思就嗰個 still speculation， 你就真係抱有真係好似南華早報嗰個 speculation 啊，而唔係話佢係飲多咗，即係佢係完全係 unintentional。你嘅潛台詞就話唔一定係 unintentional。係啊，即係有好多嘢係，尤其是好多藝術家喺呢方面嘅時候，佢哋係會，你又話諗轉牛角尖又好啦，或者諗咩一邊都好嘅。仍然願一生一世的欠缺，不想再暴露我於他人前，你會令誰人自覺生可戀，即使天天也在變。佢
佢就話我要解決個問題咯嚇。但係佢嘅意思嗰個一生不可自決就係話，當然佢用咗個自決嘅方式去解決啦。如果按你自己嘅 theory 嘅理解，但係佢都係正係因為一生不可自決，先至行到去你想像嘅自決，咁都係一生不可自決喎。少梅咧，你覺得係咪佢如果總結今日嘅 what if， 佢係咪都係活喺一個一生不可自決嘅境地咧？咁我覺得你如果要活喺即係除非你真係要住喺深山嘅啫，如果唔係你總係會有好多不可自決嘅 moment 喺你嘅生活當中㗎啦，因為你即係你係成年人嚟，咁你一定要有啲嘢你要去 compromise， 你要去為咗你身邊嘅人或者為咗你想做到嘅事情。但係反而我想講嘅就係佢，因為好明顯佢就係嗰段時間已經不停咁樣去依賴酒精啦，譬如佢錄音又要飲烈酒啊，佢臨走之前都係同成班朋友喺度飲緊酒啊，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到底嗰一刻佢係咪真係係好想去即係去解決咗呢件事，或者我想離開呢個世界呢？咁佢可能真係會受到個酒精去影響咗佢嗰一刻嘅判斷咯。因為酒精係可以將你嘅感受完全放大噶嘛，即係佢可能去到嗰個位啊，啲朋友走晒啦，咁佢可能已經醉到咁上下，再飲多兩杯，佢又會突然之間嗰個內心嘅憂鬱啊、唔開心啊、挫敗感啊，全部放大晒出嚟，可能佢嗰一下就令到佢做錯咗決定，而嚟到去發生咗呢一件事咯。咁即係我會覺得。Again 都係頭先講嘅嗰樣嘢，就係佢身邊冇一啲好可靠嘅人去幫佢，我覺得，即係好似佢永遠都冇人去陪佢去行，冇人去可以同佢一齊緩解到佢嘅傷痛，可以令到佢感情有得抒發。如果唔係，我會相信佢未必會需要依賴酒精，又或者甚至乎要行到呢一步咯。在天空上，用我的愛去畫長虹，情話已嚟前面，留在白雲中，信心不稍動，就算此際我是貧窮，前面阻礙重重，難敵我情濃。我的心不想愛會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說無從，我的痴，我的真，情天會感動。信心不稍動，就算此際我是貧窮，前面阻礙重重，難敵我情濃。我的心不想愛會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說無從，我的痴，我的真，情天會感動。信心不稍動，就算此際我是貧窮，前面阻礙重重，難敵我情濃，心底彩虹隨着彩筆飛縱。不過，少梅，你係一個悲觀者咧，我覺得有啲位你可以聽下你點樣去代入陳百強嘅。因為有樣嘢你都相似嘅。有時咧，我問下你，咦，你嗰杯嘢，哇，幾好喎！你杯茶咩茶？你話原來你飲緊威士忌喎，你係同我飲緊威士忌做節目嘅喎。所以咧，阿芝華姐叫我唔好 review 咁多啊。係喎，唔係佢叫你唔好 review 咁多，佢冇叫我唔好 review 你嘅嘢啊嘛。剪咗佢，剪咗佢，剪咗佢。你係有繼續你自己嘅風格，係你唔使講啫。芝華姐，你冇話我講佢嗰啲係冇問題㗎嘛？唔係，我想話俾你聽，我都係咁樣飲嘅。你又飲威士忌，咁你又 review 自己好多。係啦。你話我幾純真咧？
我有時問芝華姐，我喺呢個薛梅，哇，嗰杯茶幾好喎，咁樣轉頭就話啊，原來當阿陳百強係飲緊呢一個烈酒去唱我的故事，你又係飲緊杯威士忌去同我做節目嘅時候。我諗到頭先講緊我啲故事咧，因為你係一個悲觀者啦。向雪懷咧，佢嗰個歌詞咧，其實我啲故事裏面係有一種，佢係講緊一種無奈嘅距離感，係形容一種自我嘅抽離嘅，因為佢要帶一種自我嘅抽離去減輕咗當時自己嘅痛苦。嗱，佢句歌詞就係話：問可否感到給你望見到的不是我？問聲我為何只會日日過？想得更多，其實一路講緊 Danny 嗰個內心嗰個嘅狀態。阿芝華直情係認識佢，有啲見過有喺大家工作上。而薛梅你一個悲觀主義者嘅時候咧，係咪會好多時？因為個歌詞其實反映緊就係話，我其實係因為時刻都會有一啲莫名嘅痛苦啊，係時時刻刻咧係會想自我抽離，係有一種帶一種距離感去減輕自己嘅痛苦，係咪一個你聽到呢一段嘅時候，係咪都一個幾實質嘅寫照嚟㗎？如果一個悲觀主義者，因為但係最弊係咩呢？你頭先所講嘅抽離，你係想抽離咗之後，翻去自己想像嘅嗰種世界入邊啦，或者你唔想再面對一啲你要面對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經常抽離呢，你翻去現實世界係更痛苦，即係嗰個就係即係不能夠成日都要做呢一個抽離，而係即係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我覺得自己係悲觀啦。咁但係去學習樂觀就係要話俾自己聽，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咯。其實我到而家都唔係好接受到嘅，我都唔係好明白點解呢個世界要有咁多 PK 啦，要有咁多咁嘅事情發生啦。咁啊，無論係發生喺即係其他人嘅身上又好，發生喺自己嘅身上啦，自己愛嘅人身上啦，你係會好唔明白嘅。咁但係你就要明白呢個世界就係咁咯。咁你就唔能夠去太抽離咯。係啦，你講嗰個 if 咧，我係覺得如果 Danny 而家仲喺而家呢個世界啊，佢會仲問多啲嘢嚇，會啊，係啦，甚至可能同埋甚至唔想問添啊，嗰個係最可怕，即係請不要問，係啊，你真係唔想再問，請不要問，請不要問，只想快樂。一般步伐沒法歇一陣，我只求生。年輕的心沒法鎖得太緊，身邊一片繽紛。不願生根，怕留腳印，不定的心，永不為誰留痕。你不需要，亦不必要，受成作君為我等。心是真心，卻難永印。今日的真信息變成疑問，你不需要，亦不必要，常常為我認真。所以我覺得嗰個假如即係你講嗰樣嘢，我覺得佢如果而家仲在生嘅時候，我覺得佢會好辛苦啦，即係我會覺得佢好辛苦。仲辛苦，你意思係話？仲辛苦。但係人會成長噶嘛？哪怕係你頭先話，唔會㗎，媒體更加嗜血。佢呢種人係唔會，佢唔會睇成長通睇透，唔會㗎嚇，我覺得。你咁我好難想像，所以呢個節目就永遠好聽，就係你真係估佢唔到，係估唔到麥之華係有呢個宿命論嘅喎。你係覺得佢個性格係真係你，因為你一路開咪一開波，你已經講咗，佢嗰下哪怕係過得到嗰關啊9293。其實只不過係過到嗰下嘅啫，係啊，佢深刻隨時又會來襲，係隨時你係會覺得佢係點都係會英年早逝型嘅喎。其實冇錯，即係佢係，我覺得佢係唔會係活到而家咯。即係對佢嚟講嚇，嗰個樽頸不斷會出現，
再加埋即係而家現實嘅世界嗰種 social media 對佢嗰種嘅輿論嘅襲擊，佢頂唔順㗎。嗱，但係因為咧，頭先一路講我啲故事係一個陳百強自傳式嘅歌，但係佢最後一句係話：誰沒有從前，讓快樂重建。其實係有一種到最後翻去最尾啊，佢對人生嗰種深切嘅提問啊！你講得好啊，你話佢一定去問好多自己問題，而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佢 end 我的故事呢首歌同向雪懷合作嘅時候，佢都係用一個問題去作結嘅。誰沒有從前，讓快樂重建。但係佢問嘅呢個問題係帶有放下、帶有盼望嘅意味嘅喎。但係你覺得，哪怕嗰個係一個自傳式嘅歌曲，你覺得反而嗰個誰沒有從前，讓快樂重建，佢只係一個可能係口咁講，係啦，不知啦，佢係未做唔到，係嗰首歌嗰個結論嚟嘅啫嘛，做唔到盼望嘅，做唔到，係啦，係嗰個快樂係對於佢嚟講係冇唔可能會重建翻，冇咗啦，越嚟越消失晒。阿師妹啊，你就係形容喺我哋嘅網站就係一個悲觀主義者，但係一個學習樂觀嘅悲觀主義者。啱晒啦！喺呢個位，你覺得陳百強係如果以你聽佢嘅歌，你林一峰又有講解佢認識嘅陳百強，唔同嘅後輩嘅歌手一聽音樂人有佢自己嘅解讀嘅，因為嗰首歌喺自己心裏面嘅化學作用會唔同。你同佢亦都係會形容一個悲觀嘅主義者啦，但係你係學習樂觀啦。你聽到話誰沒有從前，讓快樂重建，你覺得芝華就話佢點都 at the end 係冇辦法，佢係唔會放得低，係唔會有嗰個盼望意味嘅，哪怕嗰個自傳式嘅歌曲係 at the end 都會英年早逝。你覺得佢可唔可以好似你咁樣，佢係可以做一個向學習樂觀嘅悲觀主義者呢？我諗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佢揾唔揾到嗰一個可以幫到佢嘅人咯。其實我覺得每個人一生咧，總會有一啲嘅 moment 就係覺得自己行唔落去啊，或者已經去到谷底啦。點樣可以喺嗰度可以翻起身咧？點樣可以繼續去做咧？好多時可能真係靠一啲好微小，可能係好簡單一個人喺身邊講嘅一句説話，佢就係即係我覺得嗰個都幾可悲，就係佢好似一路都冇嗰個人。我唔知有冇詞人，即係譬如我唔知係向雪懷老師啊，或者會唔會有啲其他嘅詞人，特別去為佢度身訂造填詞嘅時候，會唔會覺得某程度上佢嘅詞可能係講咗佢嘅心聲，但係同時間亦都導致到佢繼續係啦陷入咗嗰個狀況之中咧。因為譬如你頭先所講，誰沒有從前，讓快樂重建之前嗰句係往事全無痕跡，困在重重牆壁，即係你會覺得嗰下係佢走唔到出嚟啊。咁如果即係我好希望呢個係俾佢一個抒發嘅渠道啦，但係似乎就抒發唔到，可能令佢仲更加陷咗喺入邊咯。就係變咗係走唔出嚟啊！調翻轉係啊，係啊，呢個咧就真係複雜嘅，因為咧不過咧阿薛梅就話佢係要靠外在有個人提佢，即係你意思話咧，如果佢自己自身咧，咁你都覺得佢應該唔係做唔到，應該。心知在風裏消磨，日子像沒法平靜過，人生迷惑我心一個，我所要我所想，偏偏不曾得過。錯承受了，不怯懦，明日終如何，亦懶管結果。未敢再蹉跎踏破，全由我，全在我，明天來讓我開始過，愛的結，心的鎖，今天只求衝破。咁啊，芝華我知道過去你喺演藝界都幫好多
因為你喺個音樂圈裏面見好多，亦都嘗試，其實你都做過啲咁嘅角色嘅喎，去開解嗰個少少啦，少少係啦。如果喺如果你係隔離嗰把聲音，你覺得嗱，我喺呢度，我唔係話要 sell 啊。我每次喺娛樂圈裏邊，我見到一個藝人唔知係因為乜嘢原因係去世，我都有一個感覺就係話信仰嚇，有某一啲程度係個信仰可以救翻人一個命嘅。我成日覺得 Sammy 一個幾好嘅例子喎，係啊，即係譬如話我自己都係㗎，即係我哋做呢行裏邊，我哋會試到好多係個生活無常啊，人嘅嗰個變化，即係樣樣嘢係會令你好失望。所以喺哥哥去世或者 Danny 去世，甚至係有好多人做陳百強嘅週年紀念嘅時候，有啲人。好少人啊，但係有個人偶然訪問，我都會諗一樣嘢。如果嗰陣時俾咗佢有一個信仰，佢就唔會行呢條路咯。即係我嘅睇法係咁樣。我唔係到最尾結尾啊，我都要 hard sell 我嘅信仰。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喺你如果係經過人生好多經歷，你遇到好多朋友係做，尤其是係做呢行嘅時候，你有陣時覺得係信仰會挽回好多嘅生命咯。一個有信仰嘅人，咁的確我係比較少聽到佢會話係雙眼係茫然去偷看每天啊，即係話係冇目的。你好似聽到話係冇記憶、冇認識、冇意識、冇目的。不過呢個咧就係一個 end note，留翻大家去再 drop。最近咧有一個嘅音樂永續嘅 movement 咧，我聽過盧雲娜 Rowena 咧，其實係翻唱我的故事，佢完全係有另一種感覺。我好好奇啊，當初因為盧雲娜一個都幾開心嘅人，我啲故事頭先講咗咁耐，你都知道係一種點歌詞。盧雲娜點樣去唱呢個歌咧？咁係好 refreshing 嘅，的確，因為佢一個好開心，佢成個節拍變快，開心。阿師妹可能會有啲拗頭，因為正常你頭先話，咦，我頭先話點樣話？神仙也移民又用 hip hop 啊，你都話拗頭啲。咁啊睇咧，阿盧雲娜咧嘗試將一個好快嘅節拍咧帶入去我的故事，反應係兩邊嘅，有一邊咧就覺得哇，我係傾向我都欣賞嘅，我覺得聽完哇，我冇諗過咁樣處理我的故事，係我今次聽翻嘅時候，你覺得冇咁抑鬱嘅。唔係話嗰種頭先一講嗰種，哇好有強烈嘅自我抽離感，甚至乎咧係嗰個語氣咧唔係一個問號，誰沒有從前，讓快樂重建咧。我聽阿 Danny 係感嘆號嘅呢一句，但係我聽盧雲娜係變翻一個輕鬆嘅問號嘅，誰沒有從前，讓快樂重建。但係聽唔知點解聽親呢句都係一個好大嘅 exclamation mark 嚟嘅。咁所以或者結束嘅時候，可能你會估我哋會播陳百強嘅版本，頭先你都係聽咗㗎啦，我的故事，或者我哋就反傳統少少，用盧雲娜，我哋講陳百強，聽下佢嘅我的故事。有啲人就覺得，咦，明明咁憂鬱，唱到咁輕快，好似冇乜違和感，但係我覺得唔係。經過盧雲娜亦都離過婚啊，經歷過佢個婚姻嘅起伏，佢再情傷過，佢又再揾翻生命中嘅另一半。佢再演繹我的故事嘅時候咧，佢有講過佢將呢首歌送俾 Danny 嘅。我希望如果 Danny 即係請佢落嚟去聽嘅時候咧，即係佢聽到盧雲娜呢個演繹咧，我相信係有另外一個感覺，可能係俾佢一種解脫啊！係啊，咁我哋就不如而家一齊聽下盧雲娜嘅我的故事。哇！今日冇諗過。又係講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哋嘅情感上係有波動嘅，因為我哋自己都會講下我哋自己嘅感受。嗱，我都講埋嚇，所以我都有講啊。你哋問我都講我嘅感受。咁所以咧，我哋以後會問你㗎啦。我哋記得阿少梅，我哋夾埋問佢。講完自己一定要問翻。係啦，你咧係莫論去質問人，人亦能質問你啊。質問你係啦，全沒半點偏心。冇錯。好，我的故事。藏着以往故事的鳥，走進再走出一天，雙眼的茫然，偷看每天，似是完全無記憶，似是完全無認識，沉默裏回頭望身邊的改變，時候對我繼續欺騙，總會等到新一天，一個青年人為誰眷戀，
似是完全無意識，似是完全無目的，然後卻仍然緣企在遙遠。問可否感到，給你望見到的不是我？問聲我為何只會日日過，想得更多。誰都知愛永遠不變，只要彼此都相戀，苦痛的謠傳，淚人不淺，往事全無痕跡，困在重重牆壁，誰沒有從前，讓快樂重建。圍爐問如果，問出歷史另一個可能。記得 follow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Threads， 歡迎留言一齊討論。仲有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Podcast， 搜尋圍爐問如果，可以重溫晒所有嘅節目。聽日星期五再同你圍爐不取暖。時候對我繼續欺騙，總會等到新一天。一個青年人為誰眷戀？似是完全無意識，似是完全無目的，然後卻仍然緣企在遙遠。誰都知愛永遠不變，只要彼此都相戀，苦痛的謠傳，淚人不淺，往事全無痕跡，困在重重牆壁，誰沒有從前，讓快樂重建。www.whatif2046.com WHATIF2046.com 圍爐問如果，問出歷史嘅另一個可能。